师傅苗栗太师傅，就我人来讲，爱好个哈，无好个，好几摆都无人老人接了。按咧做茶，你就讲，因为你都祖先就留下那茶叶，虽然要花长久的时间，就讲你要传承那客家精神，惜物爱物啊，也老人分享。教堂呢，上下就多有亲像，上下就多呢有亲切，我信心呢我冇退啊，所以做怕有几十年的时间啊。柴烧窑在当时没人了解，我花了当多的精神来学习。唔止做得好，也我相信也做客家人的真正的精神。做这行吼，对天爱情况耐劳耐吃，关遇到乜嘅困难吼，俺哋会想办法解决。不要割太多。向猫就讲起来做了是一辛苦啦，不过吼，你就保留了客家的传统产业一份一样。当我们认真的做，人家认同人作品的时间，这种爽快哈，用钱买不到。就像本后台人看台湾中国过去有安尼辉煌的历史啊。我就想讲，按辛苦的投入啊，生意呢吼，没必好。结果到后半来看，那药厂一间一间的关起来，就想讲，因为技术无传下来当打赏。搞本传统的生活，搞本生意呢继续传承下去，也都我哋一个时代嘅个重要的一个工作。希望讲，只要是有兴趣的年轻人，我就愿意搞起。这种行业都是只有大概中老年人会比较使用这种东西。那我们希望我们的酒瓮啊、水缸可以让更多年轻人看到。就继承爸妈的意志，然后用同样的方式去把资产这个东西再重新做起来。你没有下去做，你不知道说那香茅的原来要这么复杂的过程才可以完成这样子。哦，对。试试看做不同的沐浴用品，就是可能洗发乳啊、洗面乳或者是沐浴乳。希望可以把这份技艺学习下来，让更多人可以喝到真正的有机好茶。因为你这个烧完，你还要再刻，对吧？那将来的话，我肯定也会说，创造一个自己的工作室啊，就是传承葫芦艺术。其实是用身体干。对，从春田窑送出去，无做迄爱去家嘛做的，对，因为春田窑的天数啊，做的行一条去家新的好的路安尼。希望说能让更多台湾人，或者是甚至其他国外的朋友知道说，我们新竹或者我们宝山有一个由新竹独一无二的客家文化的甘蔗产业。那这次经过我们那个创新肠艺改善的时候哈，帮助我们肠艺的改善，让我们工作上面很顺心，所以我们的动力又来了。各方面啦，包括肠艺的改造啦，不管甚至于我们对创作嘛，都有元素去他们做，都有多元性，因为也会帮我们的一种看法同观念有加分的。好，你也感谢你学委会呢，你个经费来提供，阮个社区呢，怎个增加的普及来经营那个经营的方式的提升，提高了个生产环境各方面的品质。客家委员的创意改善啊，行销嘛，就讲当到咧天花都引门讲，
我哋摘茶好嘛，我哋做茶好嘛。雖然講你唔係動態嘅情況，你大部分係當到嘅環境目標嘅建立。每一般人可以自家附加場所，就可以有自己可以嚟做嘅。你必要有啲場所專門俾那條有用自己嚟做，要包括主工，反正你都做嘅時間有啲差別。完了，因为这样子啊，老师来给我们辅导，来做吃的时候，我真的是受益良多。我也真的很感谢老师们的用心。传承计划非常好了日本就这个师生来学，个我哋场域那改建下来扩大，只要在路旁本人客来看，也帮助很大。做安尼动向也就同个规划当好啦，空间都有改造过当游客来讲，哇，冇同以前完全唔同样。搭山也好，去到搭个地方伊都可以打卡，就表示讲，一个地方终于嚟要成功啦。客家精神，客家精神係硬頸，好人有分享啊，上忙大表，也係堅持。